后来若讲到即摆即个国内的疫情，大家上介担心的，就是会来拓开变做社区感染。专家讲，台湾即摆算是一级的社区感染，也就是讲，即个病毒的传播也控制你的家庭，也则是公司有亲密，也则是近距离来接触，才会得到病毒。啊，即摆上介重要的，一定要来防止进入到第二级。 千万唔通，互无地带、无相关的人，嘛莫名其妙去喂到这个病毒，这才是上无法度控制。啊，昨确诊的两个华航的机师，甲这个空服员，虽然因两个人有短暂的接触，但是疫病才冷一天尔。专家来研判，两个人应该是无关联，是分别去喂到病毒。 华航机师为着病毒直直扩大，4号增加的华航机师和空服员两个人拢采检过2摆阴性，随后是确诊，而且伫接触过一天发病。不过专家研判病毒有潜伏期，所以两个人不是互相传染。接触到发病时间太短了，而且他们接触的时候其实都没有什么太明显的症状，所以这个机会很小。所以这两个人应该都是在前1个礼拜到2个礼拜之间被感染。 其实国内国外都有可能啦。感染源真歹判断，专家讲应该无可能每一个机组员拢伫国外喂着病毒。国内社区疫情一定要注意，加上这波华航喂着病毒和饭店群聚，拢显示病毒已经进入家庭甚至公司。专家讲这算是第1级的社区感染，也会使控制。但无适的人嘛喂着病毒，就是第2级社区感染。上严重的是全面爆发的第6级。 对这种病毒来讲呢，它只要一散出去到第2级、第3级以后，基本上你就很难去挡它了，因为它太难防堵了。哦，所以我们最重要的目标是让它不要跑到第2级了，也就是说不要传给跟你不太相干的人。想要防止疫情扩散，要是要注疫苗。不过上新喂着病毒的技术按1153，4月22注 A 了后9天了，也是确诊，变做国内头一例。目前研判是因为注也无到12天，疫苗的保护力也无够，嘛还未注第2剂。技术去过的所在，海景私房菜民生店，29号迄天嘛有星宇航空的技师在场。不过星宇航空已经发声明，讲迄位技师29号了后就无搁进公司，目前当咧居家隔离，等隔离结束就会确定身体状况，搁做安排。真细致就是惊互疫情搁继续扩大。